我上爱米高雄到台南嘅查票，请问有几多点嘅查票？敢若春到暗晡头11點甲11點半嘅查票，請問你愛咪哪票呢？咁愛米11點半票。好，48個人，請問你愛摕現金，還是路卡付錢呢？你有48個元本落嚟。你係你嘅查票，請問夜間什麼人登查？喺度哪個查上付款？你下按到夜間安心登查去，就到第一日台第6查公平。哦，錯啦！無論哪種形式，都需要人性嘅安全落嚟。看你真堅強。你下我哋先來認識一下幾個重要嘅詞彙，大家記得我聽得啱冇？米買查票車班春到盛夏暗晡頭晚上查票車票、車廂、車廂，夜間安心登查去，夜間安心候車區。接下來，我哋來學到接送用到嘅期限，春到暗晡頭11點到11點半嘅查票。春到暗晡頭11點到11點半嘅查票，剩下晚上11點和11點30分的車班。春到剩下暗晡頭晚上11點11點加和11點半蓋11點半的查票車班。春到暗晡頭11點到11點半嘅查票，春到暗晡頭11點到11點半嘅查票，剩下晚上11點和11點30分的車班。48個元48元48 48港运元。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地方，因为以前是用龙银来交易，所以留下了龙银的银这个词汇。那么多少钱多少元，我们会说几多港运。好，我们再来念一次幾多港元48港元48元48元